你还在听广播电台，那你就追不上潮流了。现在要听播客 podcast。什么是播客？那就让播客达人告诉你吧。8月29日下午2点，北海 Megaball 大众书局 Podcast 网络电台分享会，届时将有 Bimbo 教主慷慨。我叫徐慷慨，你们好。槟城福建主持 John On。哎呀，各位聽眾，歡迎啦！個仔到底哪邊咧？我見你接吧。大馬部落北馬總舵主俠客，你也可以叫我 Vincent， 可以叫我俠客，以及我 Willy 寂寞老師，為你介紹新媒體播客 Podcast， 以及和你分享主持經驗。新媒體、新文化、新作風 Podcast， 我們約定你。各位聽眾，歡迎路人對來，個冇咪較重，邊度好見你接噃？這個禮拜我能夠對來講幾個故事。哇啦，你特別嘅變事，喲，你哋穿開咧大聲一句。緊張，你唱開咧大聲一句。OK， 我特別嘅變是亂幫都不參過我講過啊。有啊。你講咩啊？你聲就識嘅。定得講咩？講幾嘢本啊？學幾十個山啊！哦，對，漢名也會。哇！漢名也會。咪講你等啊！哦 ，sorry， 漢嘟。咪講你 OK， 來 ，OK， 來，漢嘟，OK， 漢嘟咯，漢嘟都好，漢嘟 ，OK， แล้ว，咪講喂。來介紹你自己啫，你定當時講幾個時歡迎到對來。Hello。哇！真係 sexy 佢可能。Hello。OK。แล้ว來個揾個第二嘉賓咪是新椒差唔多吧？個來只搞笑只搞笑誒叉燒包，個只搞 Q 處嘅叉燒包。แล้วก็กับอีตัวกับอีตัว是福建米。Hello。喲，咁我聽到我聲到啲即個我 still 聽到我聲。來了。我聽到我聲到啲係你亂亂幫嘅，亂亂幫啊！你使冚我 volume 係四啦，冇到啲嘢嚇。係咩？你使冚你 volume 我 volume 係四啦，噃。So because it maybe hello testing 下卡五個 right 一個hello 冚咩啊 hello 我唔知啊你話冚咩喂等陣冇唔是鬼聽到我嘅機聲就是講你 headset 用時伊聲小大聲你咪 pick up 掉免驚啦基本個冇我 headset 佢咧 unplug 啊喂你that means 你 speaker 出聲啦我冇 speaker 冇啦冇 speaker 冇啦等冇啦 OK 都好嘅你計基本呢你一試過我個另外一個特別嘅片是老椒誒唔是老椒啦不唱過特別聽到你 BGM 鵝劍可能你都冇驚三塊的 breast 咁哎呀快嘛有講緊有嘛哦 OK 你本看到啦我知你感覺到 Let me know when you ready 唔使講伊後生伊是目睭劍劍啊當劍目到個車所以唔知係差唔多講喎 OK 特別我幾個人講แล้ว OK แล้วตอนนั้นสักทีนั้น講埋แล้ว就點人講即係學即係鵝劍講伊告訴伊經驗鵝劍啦你看到幾下平時我是在啦，有地無電的啦。喲。你人愛在嘅時，有是一個人幾錢啊？我真係做事，伊無
finish business 啊，所以是做鬼嘛吼。啊，因為唔是人嚟嘛，伊本地是安尼咧，伊不是 spirit 嚟嘛。哦所以所以嚇，我 last time 我翻過如果經驗過啦。你 last time 我做工嘅時候，伊是一個港口嚟嘛，港口新起嘅港口啦，馬來西亞啲意思嘅港口啦，港口新起嘅，你是我做工是伊嘅地啊是甜嘅，是海係甜嘅。哦嚇，對，甜出去嚇。起下甜出去，我起一個叫咩啊？魚蛋叫咩？砧板啊？魚蛋啦，所以我哋魚蛋啊，魚蛋嚇對。我是做我是做這個運輸嘅嘛。所以我做 operation 啊，大家暗暝啊，愛做點辦？暗嗰陣時啊，準戶來啊，準來機會啊，咩成日愛做力愛咯，愛唔愛長時做到11點到2點嘅咯。所以嗰陣時啊，因為我係福利 driver 嗬，樣線路冇啦自由，嗰陣時買叫人做單嘅暗嗰陣時出門。我見你使講下我能冇，較大聲冇。OK 啊，你啊，所以我係聽到我講做工做個正暗咯，因為你知啊，伊若講伊來啊嗬，因為咱人 encourage 伊嘅點伊位嘛，咱人空間啊，所以在邊嘅佚佗梅，因為伊厝咱唔見。無 aircon 嗬，但係伊唔會啊！伊成日伊較無愛嚟啲，伊零嘅咧，嘅咧嗬。哦。喺佢啲得邊佚佗咯，佚佗啊！你講咩？伊是佚佗，伊開卡咩梅，還是佚佗伊 handle 下邊 click 呢？伊唔是佚佗，伊 handle 啲梅成日，因為是所有梅，但係梅要坑嘅，你講行咯，你講實你每個時間嘛嚇。哦，你是每日啲冚掉咧，其實嘅咧。你嚇，你會解，陣時我會解講咯，嚟講我俾做，我唔驚做唔了嗬。所以個貴學我攞點正，我做咗咧，我不要，我冇只差輪你空間咯嗬。貴後你講個做唔了啦，今日都再嚟嘅，因為because 我是分啊公司做工，因冇上線嘅嘛。哦，你冇上線嘅咩？冇，因冇上線嘅，講我驚死，我這裡啊，義務啊。哦。然後你啊，都冇關係咯，我大人講嘅係我冇上線，但貴後是我。transfer 做我咪做 operation 呀，我做 marketing 嘅嘢，做乜我幫佢 marketing 咯，你 operation ยัง continue 去做咯，然後你到時ยัง看到我係一般型嗰個，你看到我係 manager 咯，如果我係 warehouse 嘅manager，伊啊高層伊 planner 伊讀高層，即會新嘅做翻嚟，等我做出來啦。啊。看到以前我係福利嚟，我看見啲面看到我係 manager 嗬，一個 manager 跳來跳去，成日問嘅跳嚟跳。耶！跳啱嘅咧。伊嗰即係伊because 伊唔是 civil 嘛，所以伊是 take any form 嘅嘛。哦。伊你看到人驚嘅日呢，個驚嘅叫咧，伊媽嚟念。哦。入嘅個唔。到尾發生嘅咩事啊？咁所以呢，個suddenly 就imam，然後你 imam 嚟念咧講不過講一直等我聽到啲嘅位吼 ，actually 吼是有即係有款嘅 spirit 喺邊，但唔會即係佚佗有加5 Q。有5隻啊！我只嚇，你後尾邊位你 warehouse 你是 office 那邊，你 warehouse 那邊嗬，個幾萬隻個 one whole family 啊，就幾家人啊嗰邊。意思你是講這是 spirit，伊唔是成個死咧人，伊是其實實在成個自然嚇啊。對，首先有關係 spirit。
所以唔知啊，你嚟講我成講 apologize 能 encourage 呀，能容易 space 啊，然後你叫佢請佢走咯。哦。你唔理愛走，你咪走，你咪走。如果你是義務嘅，你是下嘅嘛，能請嘅嘛。哦，咱去佔嘅位，所以咱袂使 complain 嘅意思係樣。是都袂使 complain。你我啊。係咪？你問乜嘢？冇，我要問啊，即個亂幫係啊，亂幫嚇，我要問看你如果掛咩新嘅，如果新嘅你經驗咩啊？當今？喂，經驗啊，冇咯，聽人講濟咯。你講下。啊 ，OK， 喂，我講幾個濟啊，唔係講幾實人嘅哦。冇唔係。啊，你講自己啊？啊，講。OK， 就是講自己考人咯。那是國家執平安，嗱係做工啊讀冊，然後嗰個有日吼，一樣就入冊咯，除咗入冊，然後伊冊就是入多咗就是啊，冊就是伊驚站伊驚頭落來，然後伊站開頭佢站落來啊，吼係到。伊個咧在咧食嘅位，然後actually 個數是香港嘅，伊是一個店咯，因為一店嘛是一個有幾個阿伯同咪但係去 jogging 嘅啊，嗱咁佢去 jogging 啊，然後伊係伊度 jogging 搞嘅一個店啊，嗬，一店是一啲鐵啊，鐵門啊，鐵門哦，我就講啊，實會拖落來嗰種嘅啊，哈對，店厝嗰啲啦。所以一拖啊，要拖半年嘅喎，一拖半邊嘅呢，一部拖緊落嚟喎，冚緊半年嘅。然後一阿伯嘛是點？主要說咧想講，哎呦，唔知那邊咁樣啊，嚟看，一看超大波，黑了喎喲，伊看到伊哪會接流出來啊？哪會接啊？伊哪我可能隔一半而係哪會接會流出來啊？種嘅喲。要麼就錯伊話去報白來哦，嗱咁幾走去報白來啊，馬達馬來哦，哦，actually 唔是死嘅人喎，甲死鬼嘅口嘅喲。喲，咁死嘅了。然後伊就死嘅了，然後伊用嘛是去吹哦去看哦，然後伊就看到伊爸就死到伊個restaurant 嘅一底位哦，然後伊媽咧死到樓梯位。然後伊驚咧死樓頂一面牆，然後伊查某囝嘛找無咯，因為佢逐人咧厝邊人講，有查某囝找無，我找查某囝，然後伊用去找，然後讓開來到了冇起來啊，到了冇本來卡咩啊，開來佢查某囝頭到邊。一查嚇了解話，查某囝頭上了面頂話，狂了係頭冇嘅蝕嚟。頭嗰面頂位啦，同了垮了一樣。這是可能 murder， 這是可能 murder 嘅 case 啊。這是可能 murder， 伊是 actually 我做 murder 話，伊 murder 是因為一個人嗬是伊 murderer 是伊把迄個 boss 嘅 workers 嚟。哦。就是講迄個owner workers 嚟，然後伊就是之前要去甲伊 owner 捉累啊，要甲伊 boss 捉累啊，然後。講袂成啊，然後紅人唔使起笑啊，也咧，呢度應該一時做咧谷嘅啊，做谷嘅啊，也多，然後呢個也多很時多，佢真係也多出來浸有伊咧 boss 咯。哦，因為 boss 因為自己嘅會㗎咯。然後一 boss 會咗了，一 boss 落來看咗啊，一 boss 條線落來看啊，媽仔任一 boss 會殺死。哦，誒，你問你這是到底馬來西亞就得咯？聽你講述。冇，這是發生到台灣嘅位。哦，台灣。但係想去台灣甲蘇西摩特為本有安尼 case 嘅。哦，台灣嘅 case 啊。一個女嘅。我都是 resort 啊，下面啊，實有嘅。你唔知你若是講你去到你大 hotel 可能你冇食過啊，你唔知去大是一樣嘅都得。你唔知，你唔下嚟嘅話就是你俾去拜不做媽啊。去拜佛做嘛？係你一隻就是被叫到擼啦，你真係是。
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เราไม่看这类这叉燒包嗬，咪鬼告訴講，是叉燒包是福建廟鬼告訴講。困掉咗啦。追得追困。冇啦，講笑嘅。你是叉燒包呀？講正，我是叉燒包啊，我先我聽我唔知叉燒。叉燒包梗係烹嘅。John 啊，嚇 ，John 啊，喂，我估是你啊，一件實賣。我肯定嘅講就會講是台灣啊。學上面買頭。一家上面買頭位啊，嗬個表姐啊，等陣講，等陣講，一啊嗬，OK， 等陣講 OK， 燒掉嘛，你一時 OK， 把這叉燒包，來講，嚇，如果要聽正，我聽正，這是我家己嘅咯，我封都嘅時間嗬，因為封都嘅時間我是讀下晡時嘛，封1啊，封1。Phong 1時間是讀下晡時嘛，所以就 first day。等陣，等嗰時隻嘛，查兩女隻，即係亂幫啊，你係 milk 你 Skype 哦，你冇講話是 milk 嘅，冇講話是 milk 嘅，你一隻冇去講，sorry，了，未明顯。So Phong 1嘅時間 ，so first day 去 school 嘛 ，so first day 去 school 對嚟是6點幾。阿妹啦嘛，so 改線呀嘛，頭自己讀下晡時嘛，so after dinner 7點幾我就真閒咯，無做好我就去倒掉咯，去困咯，然後困了嘅時間吼，8點鐘嘅時間我就笑，干那有物件帶我門窗也買嘛，我卡買迄兜嘛，然後我就開我目睭，卡買會跌啦，那邊唔是你頭嘅，那我你卡嘅，我門窗買遐嘛，所以我就開我目睭，我看去，我看到這物件，隻物件烏烏誒款徛我遐嘛，然後我烏影誒款咯，然後我誒旁邊外口邊有火按緊嘛，所以我看到伊影嘛，然後我就看，我就講咯，我就講啊，比較講袂出嘛，然後我就驚我冚目睭倒對哦，然後冚，然後就開倒對看，伊就行較過人步了喎，看伊身軀咯咋，看伊是啥？伊一個查某誒款無長長烏暗暗誒款咯，你敢若是長頭毛查某呢？伊啥剪 nurse 款有啲底下咧 nurse 誒，吉利。了伊骹吼，了就看塗骹，看伊骹無大塗骹，伊啥附近安尼款啊？我解驚，我嚟叫我係皮帶冚我面，了迄邊漳咯。了特別講袂出了，了無誒吼，我出到物件訂緊我咯咋，訂緊我，講袂出，了我是 Christian 嘛，所以我看咩念我 Christian 嚟驚嘛，我就念一半嘛是，伊物件碌掉去嘛，走掉去嘛，了就開我目睭吼，看無地去，我看咩走出我誒迄個房間嘛，and then 我 actually 我房間門是無關嘛。然後走出去，我看我爸甲我哥跟兄媽講，但係我將個大聲叫路人嘛吼，做咩說咱無入來叫我嚟講，我都路講，我無路困咧，咱無聽到，所以我就驚死咯，所以我甲爸個人講咯，然後隔日就叫迄個 priest 來，安尼款 bless 伊咯，bless 咯，就保去咯。你叫 best 你拜啦無doubt 你本來又無講啦無一隻人來啦，一頭去叫你善父來。你是 Catholic 啊？是講嚇？是。所以你叫善父來 bless 處啊？對。了因為古邦我也未搬來這邊位吼，伊人講因為古邦這邊真垃圾的位來嘛，因為古邦這邊有人。講上台時間吼，因為有人監視人，其實係咩？特別別在監到攞一個地啦。我就是講伊頂到是樣，係咪是拍戰嘅事啊？就要拍戰嘅時間咯。你樣嘅伊地嘅嚟帶死人嚇呐？對，伊人是講可能嘅啦。你緊張哦。你善父樣來來念嘅嚇呐？來念哦。伊個其實人來是伊叫一定嘅人來。一人呀。因為
因为不是我呢嘛，了有一道不是我的大哥吼，伊本身去新加坡做工嘛，了去新加坡了一转来嘛，suddenly 咪做了嘛，一转来咯。了转来了2-3日后时间吼，伊就呀6點幾迄個日頭落山的時間吼，伊就住伊旁邊，伊住旁邊嘛，所以就住喺旁邊迄邊吼，伊就坐緊坐條咯咋。一日啦，目睭念開鏡看，不然毋知看物無看物件看直直款爾咯。了我誒媽就感覺真該趣味嘛，了就講就寄出來食飯，啥物伊無愛因啥物安尼款咯，就有2-3日安尼款嘛。了就袂對片嘛，了我咧就無辦法咯。了我誒媽咧就去叫即個就講叫迄個。拜阿公嘅叫拜阿公嘅來。你唔是 Christian 嘅咩？就是特別唔是我人叫嘛，我是看阿哥，我阿哥確實拜阿公嘛，所以講去叫拜阿公。了就叫拜阿公嘅人來咯。了我人了就着走去外口安尼款，袂使入厝嘛。了去叫拜阿公嘅人講，看我個嘅房間有啥物嘛。了就去背吼，背到伊住新加坡買真濟迄種。新加坡個 story 嘅 storybook 所以買真濟集對來嘛，買真濟集對來啦。特別到新加坡咧，讀咧，伊對來時間煞集對來嘛。แล้ว有可能讀一個冊，即物件本對來嘛。所以了伊迄個回想來時間，伊念經嘅時間吼，我人住外口，該厝邊咧可能一支笛嘛，放線，佮環境迄個笛袂使放掉嘛，佮有啥物事，咱袂使放掉嘛，嘛驚咯。了。了，伊擺緊內面念嘅時間，我嚟聽到係查某鬼嘅聲。迄查某鬼嘅聲，迄個講大聲，看我，伊迄個西北哪念哪大聲，伊個查某鬼聲哪大聲咯咋？行到橋尾樓，介大聲，特別我哥伊袂使出來，就住喺房間內面甲迄個師傅伯伯看念嘛。了吼。了念好物件了，嘛是了我個干那扯起來嘛，做咩事誒妹？安尼款咯。就扯起來了呐。扯起來伊干那等來2-3日後，對安尼款講，因為伊無調底多，後來伊隔日確定嘛，個媽仔對來無愛做了嘛，所以伊對來時間就愛款講2-3日咯。你每你迄個講嘅聲是你個講啊是啥物？我個講那邊是查某誒聲。是查某嘅聲出來哦。有吉利咯，你每你個佢後是你每你個看伊感覺安怎哦？伊聲伊完全唔知咩？伊干那日時 OK 咯，干那日頭落山款了吼，伊就是干那唔愛出來房間款嚟坐條下邊嗰啲款咯。你伊成個 BB 嗰啲講翻去啦，對。伊講其實伊個記哦，伊會記係咩事哦？伊會記咧師傅啊，咩來時伊會記，伊袂記啦。伊袂知。伊唔知啊！伊干那會知講 OK， 家己出來食飯嘅款咯，到對住房間困嘅款咯。日頭去山塊 normal 個，一個 normal。有吉利咯，一上一間厝啦，上一間你看到你。但係我大間個咯。個大間個你冇驚？無啦，冇驚啦。แล้ว你是不是叫小清氣數幾個人來？對，開清氣了。แล้ว OK，แล้ว就學這句就是講個這學劍士。我八直到的時候，我大 ，because 我直到我水厝的，這個人水厝，這個人大年啦。我在進厝 OK，because 我無垃圾地方行的嘛。到真正的時候我困了我垃圾地方想到，你這有人嚟講有人入邊啊，我幫入邊，你垃圾，對。所以我垃圾地方了就，因為都用對皮了就。因為你垃圾啲咱嚟講我這個 feeling 哦，你講我這後悔點，我比較是困，我大粒一段嘛，我是講困大粒點啊，然後你垃圾啲這個物件都會後悔有啫，唔辛苦呢，一想到時呢對，所以多見面多啊，伊是
你 feel 第一上家是網絡嘅啦。但比如伊唔是講上家是被害話嘅，伊無有的人講其實我就係用眼的，我無的，伊是咩？可能點樣？詞來講，我可能啦。對。แล้วว่าเดี๋ยวแก้มาแล้วมาสิเหลี่ยมไว้เก่งอ๋อเหลี่ยมเก่งอ๋อแล้วว่าสิเล็กสิว่าแก้เสียนิ้วจะ because ว่าก็ว่าเป็นต้องจิตตัวเป็นใน做工嘅會係嘛然後呢還是我也是啊我車會啊還是也會就哦你是你古當那邊嘅垃圾嘅對嚟對，我嗰陣時啊，我就講似啊，我就係講如果那邊那邊我特別黏，嗰陣時一走。哦。然後你特別如果驚係對武當嘅回來嘛，我係驚了就，我黏得回後唔住啊就。然後你幾時你是唔係是拜鬼啦？你拜落嚟拜咗個結嘅安迪講話嘛，跟住話我聽到消息咯。如果大即間厝我頂到是安尼，一個屋角多大誒，老伯個老，然後即個老伯哦，because 伊因講啲那是老家老，我用房用厝去過老人間哦，你伊老媽嗬，厝嘅過個伊後生，然後即間厝我甲因睡，你甲我講，然後你聽到即阿伯哦，頂一禮拜啊，過身了，然後我睡啊。你是七日啊！你直接我出來誒，伊都對來看伊，我來處伊。都對來處啦。伊無成個傷害我啦。伊是來安尼看。伊是來看的啦，哦。來看。即係你感覺到你是報名，紅磡感覺到啦，我都就係請起來啊！我知成個有人真啊，伊唔是講紅磡啊，特別你知講有物件嗰啲嘢啊。你 feel 感覺到哪來哪玩下啦？誒，對後尾頭腦我邊後尾我唔教佢把招，佢把招佢又看到唔到嘅。係啦，看到啦阿伯笑嘅。誒，我聽到時我一個朋友咪是講，伊講伊個厝吼，伊講伊聽到伊人嘅聲吼，伊成個伊人嘅走嘅聲，伊講伊成個多兵加兵嘅，那時候出人吱吱站嘅呢，你知？咧伊個壁吼，伊可能講無可能到啲後尾呢，伊後尾是壁來，你知？無同無幫係壁來，特別伊聽到聲呢，吱吱站到啲後尾講完呢哦。哎呦！吉利哦。แล้วรู้聽到啊，是รู้感覺到呢？我會感覺到，特別聽，我會知，伊就講伊會甲你講吼，伊未聽到講，其實叫你聽啫。哦，你明白意思呢？因為聽因用買嗰陣。哦，即係人甲我講過，你看伊成個伊幾個你講，成個係你咪想係咩啊？雲灘條，伊講嘅就係講伊就就冇講自己朋友去大嗰時，伊對名稱嘅行，佢唔嚟頭前邊咧，直嘅伊咪是講伊用笑呢，伊嘅講佢走啊，佢咪插亂啊，係嘛？你免解，你知，你聽是對你頭腦內面聽到，你還是對你耳仔聽到，你我係唔是講耳仔。哦，你是除了你浪梅啦，除你即係邊個是梅點檔都個聽到啦。但是嗰時講話嚟講，成個 communicate 嚟講，你免就係講用話嚟講嘅，你唔係講 communicate 啦。啊，對，哦，你你安怎會講？你會再講會講話呢？你先講，如果你唔是人士咧，你 spirit 嚟，伊本嚟 communicate 嘅你啊？是咯，我because 就講人講成我從事是 energy 咯，可能 energy 解 energy 咯。because 你講人水，可能佢看到你物件。特別有人講從事啦，伊唔是那人嘅 frequency， 那人嘅 frequency 伊夾緊死嘛，夾實你嘛，咁就可能伊 frequency 夾管啦，做乜管咧？我會搞就有管嘅人，就有管嘅物件。
接触来沟通啊。特別我講得玩個邊一個玩個是成個邊一類物件得玩呢個是成個兩個人從事是 angel so 天使啊。啊，得玩呢個是講上講你是兩個叫做 teachers 啦，嚟都是。哦，嚇！我知，我冇聽過佢。伊成日叫你啊，樣叫做咩 spirit world guide，即係 guide 嚇你嚇。是，所以你嗰個玩同呢 spirit 最緊是嗰個玩。我有時我冇聽過，我冇聽過一個人講，伊講伊成日是伊個咧 spiritual world 嘅 leader，唔是 leader，係伊個叫做咩是 ambassador，然後呢就伊成伊個隊嚟解講 lead 嘅，然後呢。最近我看到有一個講一句啊，講是雲吞還是自己講看到嘅Guardian是唔是？伊可以喺房間裡。我唔知我未記住隻。未記啊？啊！伊講啥？伊看到一部嘅可以房間裡。哦，即是Guardian咧，佢就是係 angel 啦，什麼都講緊啦。我是伊個Guardian嚟咯。有咧，我聽過，我到 YouTube 看啦，就是伊想叫伊Guardian嗬，伊使叫伊Guardian嚟 communicate 甲係你死去嘅人嘅喎。對。你使你叫？我冇聽過呢個。你冇聽過呀？我唔捌聽過嗬。你 spirit 來嗬，because 你 spirit 有伊甲你正視啊，有聊嘅 business 哦。無聊。我就朋友哦，你唔知做咩事，你是我聽，伊是聽嘅故事，特別是唔是我自己本身我朋友嘅。伊唔知是去大陸啊，伊去印度時去大陸啦，去佚佗啊，一去野咧物件轉來嘅，野轉來啊，伊白大隻安尼顧嘅是，伊唔是physically做嘅，伊顧白大隻安尼顧嘅是嗬，伊 break you 就。dream 啊，多去 dream 伊真正 violent 啲 break you 哦。大家只啱嚟啲上嚟講，大家只當嚟啲嚟上嚟講啊，咪是梅眼角咁嘅物件咯，嗬。因伊是另外嘛，所以梅白青，講即唔是。即唔是就是你平常嘅主要嘅。然後你可以去看，就你叫做 past life regression 啊。past life aggression 啊。regression， 所以成個 hypnosis 嚟啊。然後你有時咧人假如講有陣，你 hypnosis 咧特別，但 hypnosis 就你講出來，後尾安怎會安尼？都 seems 即種人哦，一定到一講啦，係咩啦？伊正是嗬，伊拍死啲條人，伊害死條人啫。哦。所以你成本來講，伊嘛，伊看到伊個鬼，本來伊被 take revenge 嘅。哦。吉利，這是正是。吉利哦，你正是告訴我一下。你一定會假去，會走去哦。然後你伊是我聽伊故事先啦，伊是安怎？伊是即個農票人啊，頂頭是紅甲保來，特別紅吼點拍伊保來，所以伊保直接是做即個 murder 啦 ，murder 伊紅死咁咯。哦。所以鬼就是紅。哦。所以直接講下面到尾是你講愛，但係愛即個 apology 係咩？愛即個 apology 啦。特別伊即個伊接到佢咧 past life regression 嘅時候，伊袂講 sorry 喎。伊若講出來平常，你講 OK 人講 sorry 啦，但係 as long as 我會經伊，我走去嗬。特別即個 past life regression 嘅時，伊袂講 sorry 喎。哦。其他奇怪，嗰時伊是因為伊成 take over 伊成個咧。伊就 abuse 嗬，然後呢個拍死伊。所以其實係講未夠。伊都關於個 past life 嘅事，伊個 past life 嘅正視 personality 出來嘅。因為我咪了，即係個了是伊到底伊幫人邊啦，個人邊人唔知啦，就是伊個啲幫嘅啲相對幫很好。一條 baby 時嗬，
是伊对房。你大家啱啱想一個房，都本來一手有一手一個人吼來 read 咯。Yeah. Of course, it to past life regression is it aware like he the past life regression 嘅 therapist 咯，應該做。哦，所以佢 therapy 是㗎啦，我出嚟告訴㗎了。我出嚟出嚟告訴㗎啦，唔是 therapy 嚟講嘅是家己，伊家己以前咁做 therapy 嘅時候咧 record。幾啲咯，幾啲。你我唔會是叫 meditation 嚟，佢講嘅人佢做好樣嘢呢，即是 past life 嘅物件。哦，你 past life 物件佢拖嚟伊當金。拖大家當金嘅，我唔知有人聽過嗰呢物件。我唔捌聽過。正式嘅故事嚟拖嚟，because 一直咧投胎啊嘛，一直也未投胎嘅。哦，即係嗰啲是死掉個。你會投胎。地方有。Jadi, dia atau mui tu je ni ni lon bong先，lon bong 嗰個白料，你講大媽講就要睇埋嘛，lon bong 咪一記 unmute 你麥先，大媽都 mute 你麥啊。誒，係咯係咯。哈，講你講就睇死你埋頭。驚死啊！驚死！誒，即係我聽到 echo 啊，我聽到 echo。估啊！在。OK， 冇啊。Hello，冇啊。估3秒喂，估 echo 3秒。嚇！哎呦，你特登嚟，按照 echo 嘅，你請嘅咩？冇啊喂，你冇請 headphone 咩？我 unplug 啊，係啦 headphone 啊。你 unplug 係 plug。嚇？你 unplug 係 plug 啊？估啊！plug 啊 ，unplug 嘅啦。你 unplug 係咩物件？你特別請 headphone 嘅，未聽到啲 echo 嘛？我冇啊，baru main 關呀，喂，baru 估。哎呦，我聽到我 echo， 我聽到我嘅幾聲，但係你 mic pick up 掉我你聽到嘅。你用咩？你用 headset 啊？冇。你用 computer 咪？baru用。baru用 PSP， speaker 邊嗰邊嘅。哦，別怪咧 pick up 掉。你講。所以我哋告訴我，你告訴，你嗰在中國人他們就不是個節啊，狗啊，個豬啊，他們不是個節啊。然後要加啲 special 嘅物件啊，加 special 嘅，所以係 special 物件嗬是剛好吹嘅，你俾白人啊，佢去食啲款物件啊。所以冇一人我先睇我隻名啊，名叫阿花。阿炳啊，呢個阿炳。OK。阿山 ，OK 叫阿山。所以嗰隻阿山嘛是白咗阿哋restaurant 嘅人哦，因為 restaurant 上面做啲物件係嘛，你是頭賣嗰年啊。所以阿山嘛是特別去有影到去那邊食啊，有影到去邊食啊。然後我食，一個月，兩個月又無事，3個月無事。然後伊就有一暝要困嘅時候，伊就聽到，baby 好嘅聲喎，正得意聲呀，咪好㗎，就遲差唔多時啊。然後伊就唔敢困咯，伊實際上伊想講，伊唔是冇咬好啊，實際上講，你唔是去整嘅聲啊，你咪去整過啊，冇啊。然後伊就聽到煮食嘅聲喎，聽 boiling 嘅聲啊，種水啊，滾嘅聲，伊講伊真無煮迄個聲就無拍做水啊，伊無，我去看，無啊，伊嘛行一房間水啊，過去摕哦，伊只聲啊摕過聽到啲聲，伊 baby 喊嘅聲啊，互我聽到啲水滾嘅聲啊，聽爸爸聲啵嗰種啊，然後我真驚啊，唔敢困啊，等下9點幾10點早起啊，可能頭我敢困啊，伊就。冇關係啊！一啱啱要困先就聽到 baby 聲，然後伊就伊隻愛物件啥物啊？伊隻係 baby 個喲。哦。伊隻係種來伊個迄 restaurant 做咩賣是 baby 個喲。
你咁靠邊啊！真係有冇嘢？啊個去有年去過幾八個一種，maybe 係啦，呢是白生嘅，或者是流出來一種嘅。restaurant 去燒咗最後物件去賣給人食。喲，佢食咧 that 咧，即個 baby 哈，死啊 baby。食 baby 食下啲，食 baby 食好，一直食攞食，食幾隻種嘅嘛，睇食隻 baby 嘅聲種。哦，喲，佢你冇食過哦？冇。當今 OK， 當今嘛，我在南西嚇，為到啲嚟講，伊驚困啊，了咱看看伊個人講，其實 OK 南西來一下歡迎。Hello。即個睇到，即個你 mute 你麥見啊，只看羅林邦。mute 咗。冇即係羅林邦，我睇你 echo。OK。OK，แล้ว南西你講你就驚，係咪講？我等你估你成驚，等你估就俾聽你鬼講事本。叉燒包冇有過，叉燒包冇在只嚇，你講。我講是最近嘅啦，早一個月啦。我係翁嘅哥心臟病死。哦。頂個月咯，伊是 suddenly 啊，sudden death 翻去。所以我冇對嘛，因為我國驚嘛，所以我翁對咯。對啦。了對伊hometown咯，做別墅啦。對伊做別墅嘅了，我啲正格我冇對咯，迄時。then 伊是拜六過身 ，then 就拜幾啊？拜二出山。拜一出山。拜一出山啦 ，then 對白三日咯。呢節不啦，禮拜白三咯，了拜一早起哦。4點嘅時，我係驚到車嘛，你話可以念哦，可以念哦。你大把講大把時間，差唔多4點嘅車。伊達到4點車嘛，so 佢只會4點咧，可以念了，我係困咯，แล้วabout 差唔多，我唔知幾點，我4點幾個啦，未到5點嘅時哦，我就聽到，成個感覺，成個迄種人嚟啊，對哦，像迄種載迄種物件接嚟啊嘛。物件接嚟，我規身骨軟啊，我知，慘，唔知係咪個仔嚟咯。then 我困覺嘛，迄時因為我係驚有陣時哦，伊愛困啲我成個頭嘅哦，即係睡困嘅哦，冇伊咪喺度，因為我綁啲成個頭困咯，所以我迄時我看我咁困掉哦，了看到有一個烏影像烏色嘅人頭啊，一個人頭哦，看我人嗰度。你翁無佇啦，曉當然你翁無佇。無佇，迄時我聽到，了迄時我心想，我嗰時真 confuse 過，到底是蝦物物件，到底是迄個，甲是蝦物了？你看往者，你佫看往者看路兜咯，啊過後伊就行，伊就我聽到伊去聽到倒落有水聲，了我佫聽較梅聲，我係房間嘅梅，你actually捌路我啲我係房間。你當然當係一間房間。成啦，我家己房間啊。你見住我阿母無啲。哎呦，去柏林，去白鹿。你叫我陪咯，我搞我人嚟。我陪咯。所以我就聽到有人入來，了有人出去，你看了冚每隻大聲都會冚噶。伊冚隻大聲。我心想講，是唔是我翁對來咧？你個無可能嗎？見住甲出山嗎？無你搞到早起4點哦，伊無你對來嘛？對。那時候真正那時候應該是伊咯，因為伊毋捌看過我囝喺度。哦，是你你 brother-in-law 對來啊？所以我毋捌看過伊嘅，所以我翁對來時吼，伊甲我講，actually 伊真啊想看我囝嘅。哦。因為伊家己。伊是無趁生嘛，伊教阮了真年無，所以伊真歡喜咯。伊是講家己嘅小弟生啦一個囡仔，大部分伊真歡喜咯。所以伊直直甲人講，伊來看，伊來看嘅。了袂好看哦，伊就去了嘛。所以我阿家應該是伊咯。伊來啦，伊無插亂門啦。伊無插亂啦，特別聽到聲咯，較微聲本咋大聲咯。
跳伊较尾房间门砰一聲，一啲開門聲個了冇。你時我冇會困佢，因為我把你起念把你較困落去了嘛。我這學樣吼，แล้ว所以我昂對來本講吼，一本變係咪咯？一變零本哦，伊個朋友個了來坐，呢伊未出山頭前一暝時啊，before 一暝時吼，伊朋友嘛啉酒咯，你一樣開了迄個酒吼，無氣啊嘛，㗎冇放掉迄邊㗎，開了放隻久咯，放掉迄邊㗎了，也無啉嘛，แล้ว講話一半，แล้ว伊迄個伊迄個罐迄邊迄個罐的迄罐哦，迄個酒哦，伊家己有bubble出來哦。哦，即係伊風出來嘅。家出來bubble啊，家己bubble出來。本地無誒，本地開啊就是有隻久啊，不得。normally 我是開較有誒嘛，你開啊我放掉，無配啊嘛，特別夾啊我隻久我會家己伊配出來。Yeah， 你按有懷疑哦？咩意思？你按懷疑講在有想到講誒，唔知是一個來啊？應該在是一個咯。伊講因為伊家伊所講，伊真啊想看我囡仔嘛。哦，無你講你酒誒酒罐誒啊，你按有想到講有可能是伊來啊？啊，伊即時對來講應該是伊咯。哦。了個有吼，我誒按伊是迄日伊個歌出山咧吼，結兩日樣扣機秒對來嘛，是毋是？扣機秒卡對來，所以對來是吼，因為我保姆本有迄種目睭誒咯，所以我保姆看着吼，你保姆是講你囝誒保姆，還是你家己誒保姆？我囝誒保姆咯，啊，伊是教我大誒嘛，伊特別拜個對誒，拜個巴禮拜不佇誒嘛，所以迄日伊對是吼，伊看着有人，伊看着兩個人對來咯。你講應該是伊個對伊對來咯。你應該迄幾日吼，我囝吼弟弟家己烤誒，弟弟家己養。哦。因為要去幫伊嘛。哦，囡仔有可能看得到遐。啊，因為為了家己人樣看到，唔使得人去幫伊啊。樣囡仔會烤誒樣。啊，所以第所以我交代，迄時啊。早起呢，我 call 好我翁吼，伊袂出山嘛，我交代伊甲講，我甲你講吼，來看好啊，唔幫伊。唔幫我講，唔幫伊，我囡仔會行着嘛。我講來看。你伊當然過啊無，當然無啊啦，當然出山過啊無啊。了個我囝摸過誒時吼，因為我有一陣我困廳嘛，我囝。無咩關係困房間嘛，伊愛困廳嘛，所以我夾咧 playpen 甲了幫聽，所以我著聽，我教我囝伊困廳本，所以伊滿過迄日吼，我著聽着真啊濟聲頂我耳仔講話，唔知講咩話，講話我對面，我講話，香港講話，然後因為迄時吼，因為我甲你講過嘛，我囝未出世時，我著知伊是大波仔嘛。伊伫我厝當了2年。你講咩？伊伫我厝當了2年誒。耶，還沒給當了呢。我還沒給當了呢。哦。啊。耶，真，冇咩。哦，對，你甲我講，特別你當你成日你甲我講嚇。你迄時伊未出世嘛，咪講啊。嚇，你講，我冇明白。伊是。因為我是講我人 planning 愛囡仔呢吼，แล้ว我按overseas嘛本，所以迄時我一個人了嘛。伊overseas我一個人，所以有陣時有 style 是有 style 我著一個人坐佇我誒 computer 迄邊甲online 咯 online 哦，迄時我無開會誒咯，我干那我 monitor 有會爾喎，所以迄時吼我 online 哦，แล้ว我看到我邊仔吼有一個囡仔哦，แล้ว伊看到我咯。差唔多有，我看有4個歲嗰種咯。你一定一看到我，你講因為我爸爸去大陸啊，可能，你我甲伊講，爸爸去做工，結幾日甲對來，我甲伊講哇，你就會，你甲車到對，做咩我會講可能，做咩我會講哇，做咩我會看家己，做咩我會看到隻囡仔，把你做無地嘅。你是困了嚇，你是困了。我冇困掉，我是坐啲，我 online。
哦，你時間你閃嘅，你閃嘅，你計伊啦，見那個你講你頭本現意啦，你個感覺唔對皮啊。啊，我現意咯，啊，成個微微，成個坐掉好了，看到邊啊有一個囡仔甲我講話，我咪甲伊講話好了。哦，了嚇了。我清醒多對時，準備我甲一個囡仔講話。你第所以我讀巴多嘅時候，我袂知查某答甫嘅時，我甲我阿公了，即肯是答甫來，我講我阿公亂亂知。我看到伊啊，伊是塔布來嘅，你有影是？你有感覺係咪無像嘅呢？誒，等陣我俾冚你聲啊！我是聽到 echo 一個我 hang up 看一間倫幫我 hang up 看。Hello，冇echo，我冚起啊 ，sorry 啊。你再講是伊啊，你有係咪感覺係咪無像嘅呢？你是 feel 就是安怎？伊哋看到伊大漢嘅事呢，是到底是人伊是投胎咧，接你到底你驚咧，還是安怎解釋？我本唔知是唔是伊啦。特別so far我直直看到一個囡仔咯，啲厝咯。哦，你伊揾當金啊？當金就無看到。南西講即。我真係有人嚟看到嘅咯，你嗰時嘅囡仔，就講有人講啊，你囡仔成經蚊人嘅啫，囡仔成經蚊人病多嘅。哦。所以你成經蚊，伊數啊，成經蚊人做咗伊病多嘅，唔是，就講這是按摩嘅 spiritual 嘅 study 啦嗬。所以話，伊在嗰啲經做伊病多咧，所以伊回來咁講。哦。南西你講，當然 still 會看到啊！你講，當今無啊，特別我 feeling 是我愛生第二間本是大波咯。哦，是我第二間本是應該是大波。你有驚未當今？無啦，喲，把你三個月呢，個生。即講到這個本杜爛啊，講啊，驚啊！就個這家姑。你冇揾做工啊？有做工咯，alternate 啦 ，alternate day 啦，我家己工嘛，家己生意嘛，所以 alternate day 咯。哦，你時間，你唔知咗啦，當今你時間隔掉，伊係你聽到你講講話冇嘅，嗰是白你擺嚟啊。我唔知喎，喺當這時間咯，把都上早講嘅咯。上早講咯，特別伊摸過迄日嗬。伊摸過迄幾日哦，伊日頭直直烤到16，烤到10幾點鐘。哦，你暗暝無烤，暗暝困。直直烤，直直烤，烤了，所以我叫我翁，我講到 try 看賣，拜拜阿妹頭前啦。actually 我是 Catholic，特別 try 看賣咯，人講我肯做 OK 嘛，又冇辦法咧，伊烤緊你看。我諗來，so try 我。係你咪是即係叉燒包咪上。所以入面嗬，伊是啲正價嘅時嗬，伊當嘅時嗬，伊交了真多隻朋友。哦，叉燒包，等陣學叉燒包啊？喂？叉燒包，你係講阿妹一嚟哦，你否都走？阿妹一嚟是阿妹，個價隻嚇，真係個幾勁嘅咩？我是講聽個幾勁嘅。正呀，這是正。OK，before 我去困嗬，古邦嗬，我有帶一個 group of students 嘛，我有一個 church camp 嘛，so 有帶人去一個我哋 church camp 有一個所在哦，so 我哋 church camp 一個 camp 後尾嗬是迄個華南嘅公司山。公司山係咩？cemetery 啊。哈，棒。OK， 就華南嘅 cemetery 嘛，係咧 Malay cemetery 嘛。So OK 咯 ，so the first night，so 我就叫我甲我 brother 去嘛，我甲 brother 甲幾個teachers 出來人去哦。了so that night when 10點幾我就叫人去困咯。所以我叫人講你唔咪困，等陣人看到一種唔好嘅面。你計較下。咁咧去困咯，所以我就所以個 camp 伊時間一個 building 嘅款嘛，所以 building 樓下邊有迄個 basketball court 嘛，所以我甲 brother 甲我幾個 friends 我就落去樓下邊坐哦。
所以 brother 成落嘛，所以我就 make sure 佢哋見啊去困咯，嗰陣時 about 12歲款嘛。所以 when 我看人多佢哋嗰陣時見喺 classroom 困嘛，所以 when 我看 classroom 困了後，我就行出來咯。我行出來伊個 building 邊啊，樓下是一個 toilet 嘛，一個 toilet。嗰度冇咩有花嘛，就是 basketball court 啊，邊有淡薄花啊，你看呀嘛，一包根呢嚇。我看落去，我看到一個白影，講背入啲 toilet 裏邊嘛。我就看到後尾走落樓下邊有講我 brother 咯，我講我無講你看到講有，我看到你講大媽看到啦，你講，然後人伊 friend 冇看到嘛，所以是我人5-6can 有看到嘛，然後伊就甲伊朋友攞 can 夾到嚟夾入 toilet 嘛 ，toilet 冇花嘛。就會冚掉啦嘛，然後我就講 OK， 咱去啊，我買去哦，然後然後行入去吼，然後行入去嘅時間吼，我就甲2-3間對阿妹去咯，慢慢行，然後帶學校等咯，然後慢下久我嘅小弟，我嘅 brother 甲伊嘅 friends 就行出來咯，伊人講，伊人看到間查某，伊間查某，伊是查某鬼來摸長長吼，然後我嘅brother 伊就真假咯，伊就講你會使買講做亂我人啦，然後我了去檢查無吼，伊像伊個 after that 吼，我 brother 講這話吼，伊身軀白白吼，變像伊頭爾，你知道？敢若伊頭誒看伊爾，知道？我人物件，我這是 church camp 嘛，所以我人用迄個只 rosary 安尼款物件用緊嘛，了然後我 because 我 brother 伊個 forehead 真怪嘛，所以人講double forehead 怪吼，我 brother 伊個 forehead 敢若怪了，敢若有一個 cross 安尼款，你知道大 forehead 你知道？了你伊袂驚嘛，所以袂驚嘛，執 rosary 安尼規大拄物件入去嘛，了到尾伊就甲伊個一間查某講伊講 OK 啦，你莫做亂我啦，我人無做亂你咯，然後伊就 pray 咯 ，pray 咯吼，伊個間查某比迄個 praying mantis 啊，比一隻 praying mantis 啊，比一隻 praying mantis 邊啊？到底得嚟係啲得嚟？伊是住喺 toilet 先迄邊咯，伊住喺 toilet 內邊咯。了我嘅 brother 有將，甲了入去哦，有扎多出來照，真係是一隻 praying mantis 嗰邊哦。praying mantis 叫咩啊？學嘅話叫做叫咩？係咪咯？我未記啊，我成日未記啦，我問嘅就係特別麻煩冇啲嚇。草蜢啊嚇，草蜢是草蜢嚇，是草蜢咩？草蜢是唔是？草蜢是係你大隻，即係 praying mantis 是係你成拍功夫係你。對，知道嚇。識叫咩嘢啊？成日未記。係你講。你一變咗佢哋去嚇。了到尾我人就照咧就安尼款背走哦。一背到對去嘅，一背到對出吼，一背去嘅 building 後尾到。你背走去啦，變做。甲了特別甲了背走咯吼，我人出來放對啦，甲了行到半死。甲卡女去袂行咯，卡大下袂行，款女去咋？你哋咩路甲你個男人冇看到嘅？喂，小弟，你小弟，我嚟 friend 住樓下冇看到啊！我是住樓頂看到，你是住樓下看到，看一個白布嘅背入去對落裏邊嘛。你是接大波嘅對落啦？伊個對落有半大波，查某啲背入大查某嘅對落咯。背入查某。曉記你。喂，不知我知你在這告訴，不知啦，你人講落個落音是，你個啲嚟參望好。OK。好，你這裡你咪是條叫學嘅咪開入咯。會使。我一個基本學。一個基本學，你 add one half Lawrence。I mean sorry，你Skype。叉燒包。叉燒包嚇，你個 add 話。好，你學嘅咪有幾個是講學嘅咪？冇啦，我聽咧，我做聽眾。好 ，OK， 感謝啦，攏去困啦，感謝攏留個電話。OK，Good night，拜拜。แล้ว這裡我見咧，我見過喎。佢嘅講這裡，男細個講這裡個肯定嚇，我見佢講先。冇啊啦，咪講啊，扭。你見過這裡，你冇咩？冇啊。你驚係？冇驚，
有啊，我来幫照，OK OK，然後我見到我4點我在車啊，這個我都攞點票。冇南西講要幫照，你講我見講。是啊，有了。嚇講講下，我俾學你講，學南西講。冇人講。我亂亂幫我就告訴俾講下 ，OK OK，依下對我考到啲。伊就乜 echo 是，講係西小打。嚇 OK，南西你去幫住啊，你靠咩啊？哇，我幫住你，我免靠咩？嚇，你去幫住 OK。嚇，你嚟亂幫。你不要 mute 你 Skype 呀？啊，就是 mute 我冇聽無咯。唔是 mute 我人嘅聲 ，mute 你嘅 microphone。冇啊，就 unplug 嘢。唔是 unplug 你 microphone， 我你拍字咪我直接聽到，然後你個講 echo 我咪聽到。我 try 住你講 maybe A 啊，睇下啊。Hello 嚇，大家好啊，較靜些。冇啊，冇啊，你會記掉起來啊，會記起來啊，你查咪看。OK， 你講個最告訴講。啊，你講咩告訴咧？哦 ，OK， 係就是或者是加個例哈，就是OK，就是小朋友哦，伊是做 chef 嘅喎。你嘅朋友啊？我唔是我朋友，有你 someone 啦 ，OK， 是嘛啦，然後有一人伊做 chef 嘅，so。做裝潢，做只做只帶話就到人嚟講愛食肉骨茶，伊就會食要拗咯哦。伊人講肉骨茶要拗啊，伊就被拖出來種，被拖下伊哩會食會出來嗰種咯然後伊打汁啊，我再打汁我再嚇，打汁被拖出來嗰種啊，佢打被拖出來嗰種，然後。就是朋友唔知嘛佢講叫我俾佢食肉骨茶，我買我買食啊，然後唔要緊，我陪我食啊，話就好，就講OK 啦，唔要緊啦，我一取伊之後肉骨茶，肉骨茶嚟咗哇，入行喎，我覺得肉骨茶係夠完整啊，夠完整呀，人拖落嚟哦，還沒使拖落嚟哦，就你食巴掌啊，咪加拖落嚟。喲，巴掌，拗出來個了。拗出來，一時行走出來了。喲，你為啥還沒咁樣走出來啊？就個理事啊。你到底咧怎接物件為一頭拗出來啊？伊幾多頂都是拗嘅物件啊，伊唔要包個仔就別拗出來啊。喲，了。แล้วอีเมลก็อยู่就是反正物件誒嘛佢沒有佢就是還沒數發生咩數。然後希望這是我嘅 girlfriend。我個 friend 咧，伊是家伊媽大嘅，也有一基本嘅，所以伊媽就睡一個房間，互一個人大，迄個人是做工嘅，然後做工人就是累晏咧，然後就去家伊嘅個 friend 嘅媽討累，個 friend 媽就買接伊累啊，就起笑伊啊咯，然後就唔知是蝦米數門好啦，要頭鐵累下，然後可以媽知到，媽就一掠。伊擦就頭，伊擦伊咧睡房間啦，嘛是頭伊嘛浪喎，浪夠伊夾喎，浪夾要夾啦。伊媽媽很死咗，浪夠伊夾很死啊，浪血流噶，我對規個拖卡血就是啊，一日拖喺嘛頭去kitchen位，浸伊把，燒伊把，用刀燒伊把，個骨娘啊，破無把啊，就燒伊。把呢，第小小春骨呢，浸翻春骨呢，就頭皮嘛嘢，然後伊怎麼講啊？伊怎麼講啊？伊嘛食胖啲啊，然後伊個然後伊嘛無啲啊，睡房間講，無啦，伊嘛最多講去旅行啊你啦，帶朋友旅行啊，然後伊怎麼講講話OK 啦，就不要緊啦，然後伊就改基本出去咯，然後都袂記。佢都未記耶穌死咗，對嚟耶穌死咗，馬仔看到伊媽嘅身體喎，然後人都被逃避伊個
上庫啊，佢拿住一邊頭衣上庫啊，馬仔學就冇一百條啊，係看到，一到你就冇驚，佢再做上嘅話，唔是係橋ตัว頂，然後攞夾死，然後伊個 sister 同佢如果一看到是伊咪 call 伊 sister 如果擺喎，攞橋都成死，攞夾攞死，然後即係說伊下叫 boyfriend 俾我把佢哋會拗嘅，日來煮把佢哋人。哦，唔是。佢伊 girlfriend 就變鬼出來啊！嗬，伊 boyfriend 就講，佢 boyfriend 做 cafe，伊被撳白還是執褲還是伊看到伊 girlfriend 嘅上褲啊，所以佢 girlfriend 頭啊，伊撳到伊白是伊 girlfriend 會聲啊，當然聽我喲，然後伊就變咗把骨仔就嚟拗啊。哦，你這是佢在讀啲嚟，得你聽嘅告訴。呢是一隻即做台灣嘅 case 㗎，你係做。哦，你是唔是看咗這冊？我 send 伊拎我錄啊。好。好 OK 啊。你要對拎你有看到會哦。未看到會，伊是即係一好一個 show 咯嚇。即係啲 show 是 for like talk show 嗰種啊。for every like professional everything。即係 real case 啊！嗱，即我拎我錄啊，拎我錄。OK。咩？伊叫做一隻是名嘅，伊 actually 伊 user 名台灣 dog。台灣。我 send 我錄嚟。我可以看。只手邊嗰啲有告訴佢。因為時間冇只是。都只幾啊？是嗰粒鬼又是你冇殺咪看咪咁冇。冇殺啊！當嚟逃避身體啊，然後發現啊，當嚟乜打 check 未掉啊，攞俾一鬼出來，破隻 case 咁樣。記啲，呀，你真衰啊！嗰陣我冇肯定冇去食馬佢哋。伊拗嘅聲嗰啲，伊拗嘅聲嗰啲啊！南西邊啊喂？係啊。你哪要困啊？一刀甲講啊！感謝嚇，感謝我哋亂幫。John，係咪 ？John，嗰隻咩叫？係咪？你會阿妹為一個紅光啊紅色嘅事哦。Hello，對。赤道面頂有紅光啊紅色嘅事。成功你哦。冇正確。個數字網播啊。問得衰，超自白，有時超自正確啦嗱，這裡我有隻字你未見。冇啊。我只查某啊，Rosie 有當嚟。有冇去看下借條呢？借條啦，借條情況。咪講啊，嗰啲啊。你啊 ，OK，你見咩下？借條卡等等嘅。見咩你對困嘅事啊，羅林邦啊？但是你感覺到邊啊人唱開聲都在上面啊？唔係啊。OK，唱開咧。對啊，你自己啫，你別喊我聲格講。OK，你一個特麼走起咧，包括掉啦，特麼走起咧即係叉燒包加福建麵，你一個叉燒包冇講過啊，叉燒包唔係講啦，我再度嚟知啊。你一時個我人嘅即係 DJ 我兼。OK 嘛，不知如果到底嚟，如果我細佬就自己告訴過，不知如果到底嚟講啊，叫小李啲買係咩？即係 computer 是 A 啦，我哋聽到，但係就冇補啊，冇咩聽到。伊唔係成日作水一聲啊，種啊，水講出來嗬。就冇補咧。特別不打都過來，佢啷個講過？嘅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本，感謝現場聽眾，拜拜。咱禮拜個來再見過，然後感謝我哋嘅即係魯港那邊嘅聽眾聽緊嘅鼓，感謝。禮拜啷個來傾過呀，拜拜。